池的时候，在家修行，能够夫妻同修，父子同堂。那因为天道乃人道乃天道之本啊，师尊对父亲、对母亲的孝思啊，正是啊，为我们发扬起了一万弟这个做了最好的典范。后嘴再跳一下。那到了民国19年，师尊42岁了，42岁了。这部分呢，后学会连同师尊师母两位大人讲哦。在民国19年的时候，当时在山东的单县王氏坛的八卦堂，长母来批训说：日月合璧，乃天作之合，天道收元，共办幕后一招，普传大道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要师尊师母同立天命，有夫妻之名，无夫妻之实。那想当然，师尊师母当然百般不愿意啊，因为师尊已经有妻室了，那师母呢，则是未出嫁的姑娘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就是任谁都没有办法承担这个责任的。而且我们想一下，想看一下民国19年，在当时民风应该是非常的淳朴保守，而且这样的安排不仅仅是在当时非常的惊世骇俗，在现在也是同样的让人无法接受。那所以师母他就当场跪下来请求上天赦免，就免掉这个责任。但是呢，上天不准，而且就马上降下了好几道旱天雷，就是没有下雨，就让天空出现，就打了好几声打雷。那绕着佛堂一直打到就是当场其他的弟子都感觉到非常的害怕。可是师尊师母他们还是不愿意啊，他们就一直求上天。可是上天的回应是什么？就是雷一直降下来，无奈啊，师尊师母就只能领命了。在惶恐有命，在祖师的做主之下，就不能抗命啊，不能违背抗命啊，所以啊，就定下了师尊师母有名无实的夫妇身份。这也应了弥勒中古真经里面的天真守远化身啊。这个天啊，指的是我们师尊的道名天然的天，还有师母的名字素贞的贞，的天真，然后收元就是来协助弥勒祖师收元的。那自此之后呢，就是强调说男女平等，男女都可以得到了。可是啊，在师尊师母离世之后，考验就跟着来了。那时候道场里面就有表演传出来说，自古哪有修道修成夫妇之女，而且还是两个很陌生的人，而且一个还有家庭，好像就是让师尊师母真的是非常的痛心疾首，无地自容啊。那虽然面临这么大的考验，可是呢，诸天仙佛也来搭帮助到了。诸天仙佛啊，他们就到处去灵坛批训，证明师尊师母一同领天命这件事情是真的。那也因为这样子呢，道路慢慢的就在各个地方弘散开来。让后学稍微解释一下，在那个白羊期之前的红羊期啊，在求道之后呢，就必须要请口的，而且啊，如果是结婚的人，就要是不分房门。所以如果没有师尊师母统领天命的话，人鲁负重统领天命，大开普度，道驾自在，然后才能阴阳成婚起度，父子夫妇兄弟同修。如果没有这样的姻缘啊，后